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9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有爱心团体要送食失去公福，却互警方抓落来，引起批评。但花莲县府是宣布讲，只要表明要送食失，就会放行。台北公馆院宽改建，到今早起工程进度达到98%，市府宣布对早起6点开始开放通车。罗西亚27暗时出动要到600架无人机射40粒飞弹，轰炸乌克兰12点钟，上无是造成4个人死亡。新闻头起先继续来关心花莲公福的灾情。今日早起9点20，伫咧花莲嘉里洞的溪仔边发现一具遗体，身份已经确认是64岁生出来查甫人。目前统计是有18个人死亡，也有7个人失踪，是继续咧搜救。不过，这几天说是连续出现2个假警报，引起惊吓，甚至有这囡仔是走到胖无去，家在尾手拢有找到人。搜救行动伫咧29有新的进展，救援人员伫咧公福乡嘉里洞烟花，也就是马太安溪水尾所在，发现一个男性遗体，研判已经死亡几啊天。大体在挖掘中，那因为还没有做采样，所以没有办法确定他是失联7位之中的哪一位。现场5台大型的怪手持续咧挖，花莲马太安溪房山湖的灾害进入第7天，搜救单位也是全力咧找找失联的公福乡居民。不过，前一天却出现2个假的警报，致使至今救灾人员甲民众大家拢真惊吓。二白迄一天，中昼有人喊讲马太安溪水头又搁崩化。要暗暝时阵，灾区因为有警察误解指示，无确认情形，就直接发布警示。花莲县警局讲会追究相关的责任，买做内部的处分。甚至有小女孩走失的这个状况哈，那好家在由国军弟兄来找到，那整个花莲县政府就像放养的小孩子，一次的出了这么大的差错。已经在昨天联系了花莲县政府警察局的相关说明的作业程序，会透过这个乡公所村里还有警车、消防车和垃圾车来同时发布这个警报。针对这点，中央嘛发布影片，强调水头若是达到红色的警戒，而且需要撤离的时阵，会由农业部林保署通知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再由由管制中心同步通知各派出所统一发布。嘛提醒，警报的声音是低声5秒、停5秒的方式。都惊错误的假信息引起民众的惊吓，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除了赶紧培会，嘛强调讲，若必要的时阵，会以灾防法第53条判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金。另外，新北市特殊队连续7天，计共136点钟，连续无休困斗救人，拢总完成167件救援的任务，协助甲232个受灾的民众疏开。任务结束了后，嘛向这块受难的土地致意。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阵灾区也未清刷，而且嘛正烦恼灾民的安全。中央政府是补助灾民去住旅馆，一个人一天上悬2000块。不过目前是干那20个人有意愿要请。另外，目前安置伫咧900人安置伫咧大正国小收容所，本地是因为这学生要恢复上课县府是望灾民会当搬去水水。不过灾民反对，所以讲协调了后已经取消。学校大礼堂看完简单的床架啊，满满的受灾户才会当困涂骹。多数人透早就起床，登到厝里去摒扫。也毋过大正国小收容所要暂定安置。大正国小这处收容据点安置了数百位的灾民，但校内却贴出公告，要求在29号开始搬离。表明这个通知讲是考虑地区的囡仔都要复学上课，爱停止收容。也毋过政策也无到一日临时发停。这又是学校。你学生如果想要回来上学，又要再赶人了。你把我们迁过去，然后那我们怎么回去？说小孩子要上课来讲啦，那谁要接送？花莲公福乡在后第7日，当地客家清理也未完，真侪灾民有厝无法度转去，中央也提方案，补助灾民住宿每人每日上悬2000块，上长会当住14日，也毋过补助上路了后，根据目前统计，只有20人有意愿。目前7+7上路3天来说，因为我们需要每天等待社会处以及原民处造册有意愿转移的灾民。那目前来说，我们只有大约转移20人左右。
当地律师工会继续协助暂时收容，同时配合志工大忙。也不过使用补助方面，政策已经开始3日了，初步成效并不明显。他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对，我们宁愿住在这边，好随时去整理自己的家园。是最后的，其他我自己要负担了。对。对，自己像连工作什么都没有了对，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怎么办？补助上侪14日有灾民认为，一直搬来搬去，不如提供长期安定场所，也有受灾好环境。虽然利益良善，也不过更加希望用伫灾后复原，和登记厝的日子别个向也慢。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公福即阵也满世界拢是烂土，加上当初时的大水是甲真侪车拢冲去，所以讲即阵灾民就算想要去领物资，交通嘛真无方便。即讲花莲县长、花莲的议长，就招志工是一户一户送物资去到灾民的手头。另外，昨是有这爱心团体想要送食食去公福，却是去互警方抓落来，引起真大批评。即阵花莲县府是宣布讲，只要表明去灾区是要送食食的，就放行。公福乡灾情严重，大量的物资摇入来，志工的手无停过，无用加一项用品跌落地下底，希望赶紧把物资送去给灾民。就是有口罩、毛巾、沐浴乳，然后还有鞋子，就是清洁用品。我从台北来就有志工，还有车长就有广播说，就是这边物资没有人手，所以就问说有没有人要来帮忙。即个帮山湖的大水，毋但人家厝淹去。公福乡真侪灾民的交通工具嘛规拢浸水，真侪受灾户无法度亲身去收容所或者是县府指挥中心领物资。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招志工一户一户，把物件送去互交通不方便的灾民。今天更有一些年轻的从外县市各地来，大概将近50位的志工来帮忙。各界拢来斗3工，新北的物资嘛要送来花莲。不过，二北发生义工要来组织的团体，因的车去互警方抓落来。义组团的志工批评花莲县府，阻甲因入去市区，无顾灾民，甲热心的志工无饭通食，引起争议。花莲县府嘛宣布，今仔日已经订25000粒的便当。中央地方机关的救难人员，还有各界前来的志工，那花莲县政府在今天的中餐晚餐的部分，花莲县政府已经掌握已经订购了25000个便当。陈建春表示，只要是送食食、送便当，甲义组团的车，甲交通管制人员表明车入去的用途，一律拢会放行。为了确保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有体力继续救灾，农粮署宣布为29开始，逐工会提供便当送去指挥中心，由国军甲志工协助来分，固定伫中昼12点半甲暗时6点定点来发放。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马太安溪桥去互大水冲倒去，即阵要出入公福乡，原来当走193县道，因为这路是真下塌甲真严重，即阵已经交通管制。原来是马太安溪便道当时起好势咧，交通部是预计爱到10月中会先起好安康便道。原来是这更便桥，就要到明年旧历几年进前才有法度完成。过手无形清河底马太安溪桥被冲下去，互大高线断去。交通部规划短期爱先完成河底涵港便道疏解交通需求。不过其实大量车流已经先进入193县道。年假期间，真侪志工想要去花莲公福乡协助救灾，不过爱随路行真下193县道，造成真大车流甲车祸。虽然已经启动交通管制，疏远塞车情形，不过民众希望便道能赶紧完成，再上物资都免过细节大连。你要是水大一点，这个变道都很危险的，所以一定要有人管制，怎么了？这边好像有一条嘛。当然是不方便，要绕比较远啊。因为交通现在就是走那个193线，很塞哦，要绕啦。交通部计划10月中完成南北各一条涵港便道接大高线，已经历时间了后，等互救灾车甲小型车更较顺利进入公福灾区。要地方面大建议应用原本桥附近代替旧崩坑来起便道。这个隧道啊，不像我们一般的车型隧道，它的宽度啊，宽幅大概是4.1米左右。然后它的高度还有照明的这个设施啊，是不供通车使用的。就是一样2处南北各一项，
那会往那个就是接到台九线的部分。因为圆球两边受损严重，交通部目前规划伫圆球水头较无偌远的所在搭更便桥，共款伫遮快过马太安溪，按算明年农历过年进行应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另外一大灾区，南环公路东段是已经断站第7天，目前公路局是先抢通一条人会当过通道，互物资甲人会当出入。今仔早暗立潮村甲武乐村是已经有电通好用啊。另外，伫咧这山脚的部落族的青年是烧酒行要6公里的山路，爱物资就山，或者山区条咧内底的村民会当使用。南海公路东段道路受损断去，山区300外居民受困1礼拜。公路局抢修出进行变动，而被部落族青年自发组成6人爱工团，爱海团乡公所甲兵役代表准备物资，每人派5到60公斤。行将近6公里，佮将物资交互伫路咧等的村民手头。我们平均一个人都有加一个差不多20公斤、25公斤的油，对，然后再加一些罐头类的会比较重，然后一些小朋友的奶粉跟尿布。暗过台电台东区处经过自备自治的清修，暗时全面恢复武路甲二道村300外居民的用电。公路局自告继续清修，菜合棚坑口的土石也清空。目前只剩蛤蟆路段也咧清修，按算31部下搭好车行便桥，河山区农产品送落山。因为交通受阻，南海部落国小甲二道分校为顶礼拜就停课。暗过教师节3日假期就要结束。部落国小30是毋是继续停课？官府表示，要咧甲相关单位甲学校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房山湖的大水溢出来到大，已经要1礼拜啊！有真侪职工是斗3工清出万外吨的烂土，目前是先车走啊。也那即寡土未来是要安怎处理呢？环境部是表示，即寡土的土质也袂歹，到时阵会当搁利用，会甲农业部搁再讨论。热心的民众趁年假来到花莲斗3工救灾，清出大量的绿菇霉。根据环境部的统计，目前拢总清出10267吨的绿菇霉，1994吨的粪扫。环境部初步判断，即寡烂土的土质状况拢袂歹，未来有机会摕来再利用，会当用来做建材或者是农地改良使用。也是大自然的一个产物啦。那我们挖起来可以做一些利用，再评估哈，看能不能做农地上的一个改良，或者是建筑物的材料，好等等。那我们不排除各种的利用的一个方式啊。不过建筑系教授指出，这款烂土要用来做建材是较有难度，因为内面的沙成分无济，真正要起厝，才会当用来起凉风厝、土角厝，所以教授是建议会当先放伫咧地势较低的所在。要做成建筑材料的话，事实上是有困难。比较权宜的方式就是清理出来的泥浆堆置在某个低洼的地方。假如想要做以后某种我们现在生态园区的示范的时候，转作为其他用途。教授认为，这款烂土未来会当用来做生态培育、做水池，或者是种花的培养土。环境部也指出，未来会搁和农业部继续讨论这款土的用途。目前也是先甲家园清理好势。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台中和平区八仙山有登山意外，消防局暂时接到通报，讲这上河部落的登山口要往八仙山步道，有人爬山昏去，当场就无喘气心跳。消防局上山了后，发现一个50岁查甫人倒伫咧涂骹，已经过往。消防局是已经把尸体送落山。据了解，这个死者是移民署南投专勤队的队长曲国志，那像是家己去爬山时阵昏去，当场死亡。伊的亲戚朋友听到这个消息，拢真意外，讲这死者在生是定定咧爬山咧运动，想袂到会发生这款代志。台南仁德中正西路附近有一间咧做亚克力的工厂，昨暗时就火烧甲真猛，佫有传出爆炸声音，是有1500外平方公尺拢烧起，加在是无人受伤，导火原因爱佫调查。
火有够严，一直出乌烟，现场阁不时会有歌爆炸声音。附近有民众惊一个水通报，消防人员接到消息，随赶紧派卡手去拍火。不过火真猛，拍火时这厂房规个倒去。这场火灾就发生在台南丁德区中正西路这搭一间阿古里工厂。伊白暗时9点半左右，熊熊着火。工厂内底有机械用的原油、重油，也有化学物。着火总面积达到1560平方公尺，损失惨重。9:36分的时阵，伊倒，你看伊倒的。我是中心跟我讲，爱紧过来看啊。啊，大哥，你即摆你要去你工厂内底拢放啥物物件？半成品还是成品？我无多甲你讲，拢有个对啊。经过了解，着火是阿古里材料工厂，是联动的铁厝。阿古里着火产生有毒的气体，消防人员透暝拍火抢救，隆重出动35车68人，二消60人，加一台重机具赶来支援。经过暝5点钟，半暝2点外，才总算拍花。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全面燃烧面积1500平方公尺。所幸现场没有人员受伤受困，目前火势已经控制，水源已经建置完毕。现场水源缺乏，所以我们叫了7个梯次。加在临界期间，拢休困，无人伫内底，并无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大火嘛，拖烧到隔壁一间环境工程公司，面积有60平方公尺。也若到底是安怎着火？相关的原因，消防单位表示后续会进一步调查。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同款是台南的消息，有一个70岁阿桑去因外务员的头路，体谅办代志。前一阵伊是去互派去台中收钱，煞是去互警方抓起来。迄个时阵才知影讲，家己竟然是咧做车手，互诈骗集团利用去。警员伫大路将这个富人人抓落来，超出相关的小铺甲现金。富人人甲警方讲，家己只是奉请的外务员。你拿完之后拿给谁？我不知道拿给谁。阿姨，知影这是车手的工作？我唔知影迄是车手，伊是讲外务员啊，因咧拢有答应啊。警方详细盘查，发现富人人已经70岁啊。富人人向警方表示，家己因为脚头虎疾病，行路无方便，也毋过因为欠钱生活，透过网络找投资公司外务员的工课，为台南到台中来收钱，并讲家己唔知影是替诈骗集团做车手。台中市北区一处大楼契获前来面交34万元投资款，且高龄70岁之陈姓女车手。陈贤虽辩称不知被诈骗集团利用为车手。检方依法将富人人上办，检方也以违反组织犯罪条例、诈欺、伪造文书、加洗钱等罪嫌起诉，向法院求处1年2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专家指出，最近几年，诈骗集团为着释放火场，出款的车手也渐渐为青少年转变为外籍人士，也是有年回人。有时候你觉得要帮自己增加一点收入，结果呢到社交媒体上面去看到人家在应征工作，会利用这种知识比较没有那么深入，或者是比较没有受到不知道社会这个变化已经这么快的这个情形的人呢，你就可能会误入这个歧途。犯罪专家指出，年长者担任车手的比例愈来愈悬。一寡诈骗集团都是看准年长者想要食家己找工课的心态，以外部工作也是免经验做包装，吸引唔知影的长辈到底诈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美国密歇根州是有一间教堂2白堂咧办活动，说是有人赛车弄入来开枪佮放火，警方赶到现场，甲凶手对战，甲凶手打死。目前知影讲，这件事件已经有5个人死亡，8人受伤。发生枪击案的密歇根州大白龙市的摩门教教堂，因为真美火势冲出阵阵的乌烟。根据警方调查，这间教堂2月举行大型活动，有几啊百人出席。想要到煞互一个驶4门火车的人冲龙正门，了后驾驶炸枪落车开始扫射，使用的枪支亲像是突击步枪，枪手也个调监放火烧教堂。警方协报了后，警警去到现场，佮甲枪手交战，短短8分钟，枪手就互警方打死。The suspect, again, we're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s right now, was neutralized at 10:33:44 in the parking lot of that church. That suspect is a 40-year-old male from the city of Burton, who we identified as Thomas Jacob Sanford.
目前唔知影相关的犯案动机，也无清楚相关甲教堂的关联。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介入调查，警方也伫相关的住所范围有封锁线。目前知影一名受伤的人情况危急，其他人是较稳定。教堂火势已经拍花，警方伫巡视会场的时发现罹难者遗体，研判可能也有民众受影响。 I know there had been some church shootings like recently in the news, but like the fact that my hands are shaking, like it's 10 minutes down the road from where I live, my home. 8月，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天主教学校发生枪击案，迄当时造成2个囡仔死亡。根据追踪这类事件的枪击暴力档案组织统计，美洲这件枪击案是2025年以来美国发生的第324件大规模枪击案。公司新闻刘小芬编译。 罗西亚对27暗时连续轰炸乌克兰12点钟，出动要到600架无人机射40粒飞弹，上无是造成4个人死亡，80多人受伤。在罗西亚军方12点钟过的连续轰炸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有真侪骑机名体规拢害去。总统泽伦斯基讲，这礼拜将会甲欧洲盟国讨论对罗西亚进一步的制裁。 俄军离北也攻击罗西亚边境贝尔格罗德的另外设施报复。Реалізувати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по ППО. Обов'язково Росія відповідатиме за все, що робить. 罗西亚自27:10点开始对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南部的港口城市敖德萨、扎波罗热、苏比在内等7个所在进行猛烈的空袭，总共派要到600台无人机，发射40粒飞弹，是几个月以来规模上大一遍空袭。 罗西亚强调，空袭是针对军事设施。这边的攻击总共造成4个人死亡，拢伫基辅，包括一位12岁查某囡仔，超过80人受伤。One more example of genocide, Russian Federation against Ukraine. 住伫咧基辅35岁军官赫瑟耶夫，因当时第2遍拄到罗西亚空袭，好佳在3个囡仔甲伊的看守拢无代志。Я вірю, що ми повинні стояти і надихати людей. Надихати, боротися далі. 住伫咧基辅19岁达丽娜，正好佳在前一暗去朋友因兜住。Це реально пощастило, що ми не вдома були. 乌克兰即马积极强化长程打击能力。顶礼拜，泽伦斯基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阵，甲美国总统川普见面，讨论军售的代志。乌克兰希望美国会让卖射程2500公里的政府飞弹给欧洲国家，搁再由欧洲国家转交给乌克兰。美国的副总统范斯讲，这件代志将会由川普亲自决定。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 今仔日是告诉这连假的上尾天，天气真好，有真侪人出门行道。这礼拜到中秋拢是好天，提醒观众朋友，这温度是有可能会冲到36度以上，都要注意唔通着伞。若是这过道，都要注意讲会落西北雨。这份好天的天气，有人出门运动，有人出门行行咧。气象署表示，像这款的好天会一直到中秋节。虽然天气稳定，不过气象署嘛提醒，有要出门的人要注意高温，尤其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山区要注意过道雷公雨。气象署8日也发布高温资讯。 西半部高温都还是有机会来到33至35度，东半部约31至32度。温度比较高的地方有机会出现在大海北地区及中南部的近山区，都不排除有机会出现到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情况。另外，伫台湾南边、菲律宾海面有热带扰动，未来敢会形成热带低气压，也是变成风台。气象署讲要继续观察，但目前对台湾无直接影响。 中秋进前天气拢真稳定，民众免烦恼。可能有一些热带冷发展，不会那么快就直接影响到台湾。不过在中秋连假之后的天气，可能就要留意后续热带冷发展的情况。气象署表示，虽然这礼拜拢是稳定的好天，但是海边仔有可能会出现长影。有要去海边仔的民众要注意安全。记者陈心东、王兴忠台北报道。 全台湾各地头是有真侪热心的民众，趁连假这3天，家己早家时赶去花莲岛出力。不过，较偏远的灾区，这卡手犹原是无够。
也那当地居民嘛真烦恼，讲年假结束了后，志工就减少啊，灾区复原的进度会变慢。大家拢一个口道协助灾民清理，对国公告志工拢集中来到救灾。别的地方都差不多了，我们这边到现在已经第4天了，到现在一直堆啊，我们怕那个卫生。我们这2、3天的便当都没有人那个说没有去领，要去那边领。问题是我们连代步的那个工具都没有，就是饭团。那个什么面包就这样果腹下。车站4个拢是家己自动要来斗3工的人，也过志工人多，分配一度也问题。中央赶紧开设分配站调度，也过官民会坦白讲，偏远灾区协助的人也是无够。分配不均啊，麻烦一下，分配一下好不好？行政院长杜永泰2日下晡到现场视察，也拄到民众大声反映讲这个分配问题，更加有志工摒扫，也拢有这个受伤的情形。雨鞋磨到那个脚，然后破皮。不太能走路，有蛮大一部分都是外伤，就是各种这个擦挫伤啦、割伤啦，然后甚至有一些人是因为一直不断的铲土之后造成的扭伤。内科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有一些热伤害。赶紧地保有水处理患者的目睭，敢若一个医疗站每天就要治疗200人，也过年假已经要结束啊，有不少志工嘛要全离开了。到明天才会离开，就整个连假都在这边。对。之后平日有可能有机会过来。我住彰化，可能就车程，因为我昨天光开来这里我就开了8个小时了。就只有这一天比较有空这样子，明天还有其他事情，所以我从高雄来这边当天来回。光复乡灾情范围真宽，重要真侪所在拢还未清理完，就惊假期过了后，平常时志工会减少真多，影响这灾后复原的速度。总统赖清德也下令，增派国军进驻，为拼中秋节假期进前会使完成清理工作。记者综合报道。灾民逃难的时阵受伤，在清理家园的时阵嘛难免会去想到，单位医护团队是去设临时的医疗站，让灾民甲志工会当随时处理空气。而且因为这灾区的是有真侪鹿谷糜仔最积条咧，疾管署就提醒讲，要注意会去喂到传染病。这穿烂套的时阵是一定要挂手笼，食食要煮好熟。这工课做了后，身躯就要洗好清气。地头顶斟酌顺空气，这算毋是医护人员平常时工作的病院。花莲光复乡救灾行动要继续。2月透早，高雄市消防局特殊队接到个案，一位57岁的查甫人，伊的伤势要马上处理。医疗团队评估，伊的空喙已经感染，而且肉有烂去，佮有一寡组织也拢害去。为着防止并发芳寿性组织炎，医疗团队现场局部麻醉、开刀、清掉害去的空喙。手术真顺利，另外灾区防疫方法各有别项。国军第2作战区也协调国军花莲总病院开设临时医疗站，包含光复灾区都有光复糖厂救护站，逐工透早8点到暗时9点会当看病；佮有光复车站救护站提供规工的诊疗服务。另外，红林国小、水水国中2个灾民收容地区，同款是逐工透早8点到暗时9点会当看病。暗时看病服务是伫官兵的大房区。有清除大型的家具以及有腐败的相关的食材的这些厨余之类的东西，会导致因为天候变热之后会滋生病媒蚊。国军也出动，特约80名的化学兵支援，实施一寡地区的消毒，来防止拖白网生炭。也那为着阻挡疫情，疾管署也宣布10月7日特别开始注的公费流感甲新冠疫苗，甲光复乡全体居民、卫生所的工作人员、佮救灾人员列入去，安算有12000人。另外，提醒现场人员清理环境的时阵，一定要注意防疫。可能带有的就是所谓的类鼻疽跟所谓的钩状螺旋体。那类鼻疽的发生，它其实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很像普通感冒一样，可能会有发烧呼吸道的症状。医师提醒，一定要挂手套避免皮肤接触到土霾。另外，食茶抑个食食，上好是选包装的水，佮有煮熟的食物。伫摒扫好势了后，应该规身躯洗好清气。居家环境是建议用漂白水透保，摕来切的消毒，来防止着病。高市新闻采访报道。咱国做的畅水南海群号目前也在测试的阶段，不过主要咧推动的黄曙光说是辞掉国安会资深委员的工课。因为这海群号的海上测试是确定要延期啊，外界就咧要讲，伊敢是为着要负责才会请示。
各座将港海军号还阁伫咧测试的阶段，但是总统府证实，主要推动的人黄曙光请示国安会咨询委员，10月7日生效。黄咨询委员因为家庭的因素，向总统请辞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一职，总统几经未留，最后免予同意。黄曙光2016年升海军司令，任内处理包括将舰原型舰合约设计、细部设计加造舰等作业。2021年退伍接国安会主委，加将舰各组调一人。但是2024年海军号停工测试最后阶段是调一人，这么个是主委完成阶段性任务。争取到友盟国家提供红区装备，对前舰来讲是最重要的关键装备的部分。因此，黄曙光先生他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因为这么海军号只能完成3遍海上普航测试，困难度国家员的潜航等测试也未开始，决定无法度伫9月完成海测。外界认为，黄曙光这个时阵时，可能是要负政治责任。本来11月要交接的海军号，怎么可能会变？应该是会做最后一次前浮航的所有完整的测试。那后续之后的海测会由浅到深，那安全把它顺利的完成最重要。如果真的有超过11月，我想合约上面都有相关的规定。大船讲，后这边的普航要验证海军号的潜航条件，会伫咧安全考虑下，较无完成规划。想办法把东西摆上去以后，再来想办法整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困难，而且也一个高风险的。这整合的问题，我在猜，大概一直在困扰着这个专案。将舰体系出身的前参谋总长李希明认为，咱国这么拄到系统整合困难的问题，因故也是希望各座将舰会当顺利降做国军的防卫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公馆圆环改建到今早起工程的进度已经达到98%，市府就宣布讲，对今早起6点开始开放通车。这个工程本来是要做2个月过，即阵才17天就提早通车。副市长李树川今日就去现场视察，讲这明仔载上班日的车阵才是真正的挑战。9月毕声一声煞一声，暗过眼前这台车丢拄一个向前验着，退后验着，就安尼卡伫路中。这次公馆圆环修改工期经过17天，进度达到98%。而到早起6点正式改造正高路口，搁开放通车。第一天上路驾驶有点仔乱，过路人甲汽车骑士也拢需要时间来适应。往万隆那个方向的，还是往永和那个方向的，都会需要再重新安排一下自己上班时间。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还是习惯旧的那种。像这一条斑马线刚刚经过，就是还不太熟悉。通车第一天，车驶到路口，拢明显放慢车速，对专心为标线行。除了如福和桥往罗斯福路方向骑车爱2段式倒换，其他骑车拢会直接倒换。不过也是会大专区提供予唔敢直接倒换的骑车用。其实不管这个东往西，其实它是可以左转。那这个本身北往南，它也可以左转到基隆路。那原则上这个可能大概习惯上还没有改变，我们会来再做一个先导。副市长李树川到现场巡视车流状况，伊表示30上班日这是真正挑战，市府已经准备好会增加人力协助速度，同时调整后置时间，因应可能的车流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捌因为这渔船的工作环境伤过歹，去互国际批评。为着要改善问题，高雄有渔业公司是打造新的船啊，设备拢有依照国际组织的公约来设计。这只新船早起是已经对基地出发去远洋拍鱼啊。船身挂真侪对这台新船祝福的布条，为着要保障外籍渔工伫远洋渔船顶头的人权甲生活品质，高雄有渔业公司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渔労工作工具做这台远洋渔船离岛启航。好一点，这边就像大家工作的最好的。
甲班长伫高级干部2人房整理行李，新渔船黄期满载707，一人载40个人，一般船员是4个人一间房，有28个床位，照规定房间宽度爱超过190公分，面床的长宽至少爱190加70公分，嘛要有桌啊加桌啊。以前的厕所都是开放式的，就是跟乡下的茅坑一样，一个的，然后大家上厕所都会互相看得到。那现在注意个人隐私，所以他们现在都是有门关起来。已经变数有计经保障运输，餐厅的空间也变较宽，就连医务室大门也变较宽，互大家出入较方便。内面还有互病人单独隔离的空间。旧的渔船的部分，就是可能在软体的部分，或者是在一些比较软性可以小规模的来做简易维修，或者是加强的部分来做改善。台湾进前就捌因为渔船的工作环境真恶劣，和国际批评。为着要保障渔港的环境，渔业署讲，新的渔船若无符合公约的起渔村规定，就违法渔业执照。旧的渔船虽然无需要照公约，不过也是鼓励做两种的改造。若是优先渔港，也显示台湾对人权议题的注重。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市的海边啊，最近是去互发现讲有风拼30外地废弃物，这内底是有庄仔角、脆玻璃等等。环保局是已经调监视器来追查，那找到人会当依照废清法来上班，相当会当关5年，罚1500万。30外包的太空包，内底拢是人单调的庄仔角、甲茶坊等等的物件，风海伫咧云林县四湖乡保阿寮的布花边啊，民众看到这个情形，拢感觉实在是真失德。唔知这唔知安怎来嘛？唔知，这不能很管嘛，管到嘛？对啊，也是要啊，因为像这边比较没有人会注意到，就会有很多人都跑来这边乱丢东西。当地有民众讲，连假前几工就看到货车驶入去布花2界，甲一地太空包放伫布花边。伊当阵伊就是讲是时间的车，想袂到内底放的拢是严格废弃物。针对这点，云林县环保局表示，已经有调附近的监视器积极追查。检查内容物全部是营建混合废弃物，现场没有行为人。目前协调警方查阅监视系统当中，由于该处经查是属于经济部第5河川分署全管的地方，我们目前协调河川分署可以紧速来清除，然后。环保局讲，若是查到行为人，会照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来上班，判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当并科1500万以下罚金。若无找到行为人，最近会依规定，函请看守单位赶紧处理，尽管理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城中伫咧海拔1000公尺以上沙石土地阿里山邮局花，是咱台湾原生的特有种。家己大学阁研究出这款邮局花经济价值，甲鹿草乡的农会合作，试种3500丛。若是协助复育，嘛希望讲会当发展做地方的产业特色。农会员工按照白块的距离，甲阿里山邮局花一丛种落去土，为着要复育阿里山邮局花，家己原鹿草乡农会甲家己大学合作，要伫这2分大有机农地试种3500丛的阿里山邮局花。它原本是高山的作物那下来有用一些仪器测一下，它在平地应该还是可以过得不错但还是不太确定，因为毕竟就是一个试种嘛。阿里山邮局花是台湾原生特有种的食物，上早是伫1914年的时阵，互一位法国的食物学者伫阿里山地区发现。家己大学的食物研究团队试种了后，发现伊有经济价值，未来当加工做产品，而且种出来品质甲产量拢真稳定。在日前，我们也协助农科院那边向食药署那边申请那目前也正向表列，它是可以当做食品那未来如果农民在栽种成功之后贩售的话，也比较有保障。咱先用农会的资源咱家己先。来试种试种成功了，慢慢达到有商业效益的时阵，咱家来推广给农民。鹿草农会表示，即马种的这3500丛阿里山邮局花，按算伫11月到明年2月会当收成，会配合家己大学来研究开发做地包，希望达到会当推广真做是鹿草乡新的地方产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推广语言，除了爱讲爱用，文字的书写流传嘛真要紧。鹿港有民间团体举办台文书艺行踏活动，带民众去糕饼店、甲金纸店熟悉市场台语。落尾阁安排毛笔老师，甲民众来写台文。
一群人咧说传统糕饼店有草仔粿、发粿加红圆，原本就是用台语发音的食物。过来去金纸店介绍拜拜会用到的各种金纸。中华鹿港有民间团体举办行大活动，要互民众熟悉市场的台语文化。用拜拜这两个字，伊主本应该就是台语嘛。咱来讲大拜拜，它拜拜听起来就是拜拜。台语毋是一种附属于华语的物件，伊是本地就存在的。透过这个活动，一方面是鼓励这店家会使继续用台语来甲在顾客来介绍。用台语其实保存了足侪较早跩物件的用法，嘛会使甲这文化甲语言会使继续传落去。除了带民众去糕饼店、金纸店熟悉市场买卖的台语讲法，主办单位嘛规划用书法写台文字的活动。毋但要鼓励民众加讲台语，嘛希望推广台语其实有字的这件代志。一个语言要刷落去，毋是敢若听敢若讲，就是咱嘛最重要，咱渐渐爱甲台语的字找转来，台湾这个土地母语才会使传落去。我家己是做设计，甲文化是较有关系。语言的系统要甲做文章，也是讲要去甲书写落，一定是文字是一定是必要的。主办单位表示，来参加活动的人，大部分台语拢会晓听、会晓讲，但是对台文字就真青分。但是语言的传承，除了听甲讲，更加要紧的是爱有文字系统的支持，才会当互语言世代传承。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体育消息，亚洲棒球锦标赛冠军战，台湾暂时搁再对阵日本。这届这日本队的马达是真热，攻出15支安打，台湾是0-11拍输，摕到亚军。哇，这球被带在棒头，有距离哦。掉了下来，这是一支长打了。比赛一开始就拄到6分的危机，如美国辛辛那提红人队的先发投手林胜芬被连续攻3支安打让2分。而尾下的亚锦赛冠军战，台湾对日本，不过林胜芬一局就还未投煞，就落3分退场，一垒垒也够人，所落来如日本欧力士美国队的投手陈木行也无法度甲日本动来。变化球还是没有进好球带，换言之呢，出现了连续的4坏球保送，日本队再下一城4-0。一开始就0-4落后，而且陈木行甲苏格兰2人投手，中职统协赛的郭伟强甲22的陈志霖，拢无法度压制对手。前5局拍煞，日本已经8-0领先。因为咱台湾的打击，虽然前5局每一局拢有攻安打，不过就是无法度提分。变化球打得在角落，被追到。面对着日本先发投手，伫社会人球队这样数国的正常以来，台湾全场虽然有6支安打，不过攻势拢无连起来，积分榜挂9粒亚2。上尾台湾0-11输，也创冠军战比数上大分差纪录。日本摕到2连霸，那甲并列胜利期总共摕到21变冠军。这球挥棒落空，3振出局。台湾连续2届摕亚军，日本摕到冠军，冲入去场内庆祝。台湾甲日本、南韩做伙摕到明年U23世界杯门票。但表现正赞的游击手林武德被选做赛会最佳防守球员，郭玉伟被选做明星队3垒手。记者综合报道。第二，有在全世界上界细只的鹿普渡鹿，身高是无到50公分，现在是去互狗驾驶，去互车弄到，已经强要登证啊！动保团体就呼吁讲，这路边是爱踩漂示，提醒民众驶车驶较慢咧，嘛希望会当立法改善流浪狗的问题。这只动物形容一个看敢若狗，毋过因的头壳会发角叫做普渡鹿，因为大只了后身高较无50公分，是世界体型上细只的鹿啊。主要分布伫智利南部的基洛埃岛。普渡鹿出世了后前几个月，身躯还佫白色斑点，甲动画电影中真古锥的小鹿斑比正共。毋过，这种真古锥的动物，即马当面临生存的危机。Cerca de 50 pudús al año en Chiloé silvestre, lo cual es una cifra bastante alta considerando que es una especie amenazada. Se encuentra en categoría vulnerable, según lo que es las cifras de la UICN. Y actualmente este año, el 2025, ya llevamos 18 pudús ingresados, de los cuales el 50% es por ataque de perro.
el 33% por atropello。动保组织表示，普渡鹿仔的脚正山跳阁无打，根本毋是汽车，也是真歹狗仔的对手，所以因往往会死伫路的，也是去互狗仔攻击，数量长快速减少。目前野外村差不多1万只，有新的鹿仔母伫冬春天的时阵，尤其较会受到伤害。Las etapas, las estaciones lo que es invierno y primavera, las hembras gestantes pesan más, por lo que es mucho más fácil ser depredadas por lo que son los perros de libre deambular. Por lo que a esta altura del año, que ya estamos en agosto, lo que más ha ingresado es por ataque de perros. 动保组织是烦恼情况若持续恶化，普渡鹿为较会灭种，转为面临灭种，甚至得要灭种，也惊这是早晚的代志。所以因呼吁当局赶紧采取行动，包括设置路票警语、加减速的设施，甚至制定一项新法规，防止乡村地区的龙洞犬爬走。希望各界共同维护普渡鹿的生态地，互因会当保留一个生存活动古水的身影。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医学咧上新的研究是发现讲，其实这食物甲汤拖是会当透过声音互动的。感觉米的果子状若是欠水，就会发出超音波，也若听到就袂去放卵。咱看花草树啊、点点菜遐，敢若拢无伫咧出声。不过，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因的研究发现，食物若连续2天无水，会发出密集的高频噪音。怎么个发现这个声音会影响虫是毋是要直直只生卵？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this female is going to have in its life is whether to lay its eggs on a stress plant or on an irrigated plant.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asked the moths to do. 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发现，食物伫咧欠水，抑个互人煎煮的时阵，会发出人的耳孔听袂到的超高频声音。若较健康的食物就拢无出声。因过对这款声音甲昆虫的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做研究，发现虫会当感受到这款声音，过去影响因要伫咧倒位生卵。研究人员甲2只母的鸭仔放入去有2丛健康的差不多食主的环境内面，其中1丛边仔有喇叭。放食物打击了鹿的声音，另外1丛无放。实验结果互研究人员真意外。Now we wanted to see if they understand if this is stres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lay their eggs around a dying plant. They want to lay their eggs around a healthy plant. They prefer to lay their eggs around this silent plant, meaning that they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a healthier plant than this stress-producing plant. Here we've seen that there are animals that are capable of making sense of these sounds. So this is another layer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lants and animals. 为了要排除这款母的鸭是受到其他声音干扰的原因，研究人员也放公的鸭发出来差不多频率的声音，不过母的鸭未互这种声音声过去，表示因对食物的声音确实有特定的反应。学者讲，包括食草的动物、受粉的生物、以草食动物为主食的肉食动物，拢可能会接受到食物所发出的声音资讯。所来，因会扩大研究范围，更加深入了解食物的声音对动物的影响。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广场，因为这粉鸟伤过济是当地大麻烦，未少游客佫会买饲料来饲，造成这环境是哪来哪垃圾。当地政府就甲大学合作，把这港的粉鸟绑起来，对源头控制数量。真侪游客会买饲料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玻利瓦矿场饲粉鸟，和这个粉鸟数量愈来愈多。不过粉鸟多，环境垃圾传播一边，也可能影响城市的景观。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政府一直教育民众莫阁饲粉鸟，不过效果无好。昨晚波哥大政府甲安东尼奥纳洛大学合作，制定对人类环境有利，也未影响粉鸟的作育计划。Escogemos especialmente los machos para proceso de esterilización y las que están en un estado de condición ya con signos de enfermedad. 将粉鸟的作育手术是甲因的卵核切掉，互因袂生。工作人员会先让这款将粉鸟的身长，看是毋是适合做麻醉加手术。要用这种作育手术来减少将粉鸟因为荷尔蒙影响会有攻击或者是找母鸟交配行为。
Entonces nosotros desarrollamos para el manejo poblacional, además que otras estrategias como barreras antiparchamiento no cruentas, descarte de nidos con huevos que están regulados, también la clínica de palomas de plaza. Esta clínica tiene como objetivo regular las poblaciones de tal manera que se esterilizan los machos mediante una técnica establecida por la Universidad de Georgia en Estados Unidos que vino a Colombia. 共混鸟伫咧做手术了，也是会家己的空水抹油化，个人的饮食，会当互因顺利恢复健康。因为真侪来哥伦比亚旅游的观光客，拢会专工来饲混鸟，翕相留作纪念。当地政府无过再用传统捕猎、捕杀、无人道控制加减少混鸟的方式，这么看起来效果袂歹。 Se ha hecho una reducción de más o menos del 70% de las palomas en este punto, donde estaban supremamente concentradas debido a las dinámicas culturales que tenemos en la Plaza Bolívar. 这项计划负责人讲，作业计划是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重要一步。因拿其他国家像美国、西班牙加新加坡，因用的方式是饲这款混鸟只有避孕药成分的饲料，或这款野混鸟袂生。公司新闻沈录会编辑。 日本的网架龙鸟这2档伫咧英国伦敦是真受欢迎，甚至佫有改编做舞台剧。咧头一日的票房就拍破纪录，摕到英国戏剧 Oliver 6项大奖。龙鸟音乐剧伫巴比肯首映破纪录了后，今年3月杀到伦敦西区，伫真侪部音乐剧内底赢得票房甲评价。起面有6成无看过原来著作观众来观赏，舞台剧演员接受公司专访，分享伊成功的重点。 It's almost like a theatrical license to explore more depth of the original story and keeping the essence of the story, but at the same time find our own way to rediscover what Totoro is about for us. Even throughout our rehearsals and whatnot, company members who are Japanese of descent try to teach us non-Japanese about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龙鸟舞台剧由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改编，九石娘重新来监制音乐，有侪位东亚演员参加。虽然主要语言是英语，不过依然保留真侪日语的对话。原本80分钟的动画被拓展为2点半钟的剧场的体验。遐那其中的秘密武器就是从严格禁止公开出现的这个布红啊。 Everything had to build from scratch. I mean, the cat bus arrived from the States by ship, and we didn't know how to move it. So we had to explore it, to do a workshop, and we tried, and it only looked like octopus instead of cat bus, you know. So that's how we started. We treat every puppet with respect, right? We believe there are spirits in them. We treat the house itself as a puppet, the entire set as a puppet, and because we believe so much that these things are real, the audience believes it with us. 另外一个舞台焦点是搬这4岁查囡仔演员，互观众学了讲，敢像是动画内底走出来囡仔同款。I'm between 20 to 50 years old. Yeah. And because they all treat me like I'm 4 years old, my job actually gets really, really easy. 龙鸟的舞台版本，若搁再互观众受到细汉时阵也证明好的故事是无国界。 好，英国剧场就透过向世界各地不断的学习，且带回这样的创意能量，也让去年 West End 的剧场经济在去年一举突破了10亿英镑大关。公司国际记者英国伦敦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9度到36度。 中部地区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28度到32度，外岛地区28度到31度。 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